一個令人沉重嘅消息，致力於揭露香港上市公司嘅黑幕，被譽為股壇長毛嘅 David Webb 不敵癌症，享年60離世。對好多投資者嚟講，呢個唔只係一位股壇戰士嘅離開，更係代表住香港股市一個透明時代嘅暫結。呢位前投資銀行家從1998年開始以一人之力對抗控制權複雜嘅企業，佢嘅成名戰不得不提2017年震驚全港嘅迷網50。單憑公開嘅資料，佢繪製出一張錯綜複雜交叉嘅持股圖，直接撕開咗一個龐大操控圍標嘅莊家股集團，令到無數嘅投資者避免誤中仙股，亦都迫使港交所同埋 SFC 主動調查，正面回應細價股嘅操控。最令人敬佩嘅係佢在病期間繼續無償喺 website.com 分享資訊。喺資訊極度不對稱嘅年代，佢教識我哋真正嘅股評唔係跟風吹捧，佢尋找嘅唔止係內幕，而係尋找一個真相。如果一間上市公司連股權架構都唔透明，咁就唔係叫做投資，係賭博。今日香港大量新股嘅上市，打住名義集資發展，實質走資套利。但今日嘅環境要再出現一個 David Webb 很願意為公開真相無私分享，恐怕難以再有。